这是咱的成团连今仔日早起的咱的圣诗吼，咱要唱的圣诗。咱先看382首，382首，我的性命献予你。 第四站，我的机缘变予你，永不落空的情。我已在情里相思，讲我永你记。 圣诗160首，诗曲我需要主。我要常常我问我家己，你敢有真正需要主？真侪的诗曲吼，咱需要的是这个世界的物件吼，会真正会威胁咱。啊，这首歌的作者吼，伊伫做家事的时，做厝内家事的时，伊会感动。 连做厝内代志都需要主，是安怎咧？我咧想，是安怎做厝内代志需要主？因为迄逐工拢共款呢。你是毋是真正需要耐心、听心来做这个代志？互一家人拢有一个真圆满、真温暖。所以，迄个诗篇吼，嘛安尼讲，他说：“摇我，求你按耳孔调我，因为我是困苦丧乡的。” 主耶稣有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你若踮伫我内面呢，我也踮伫伊内面，这个人就结果子济济。因为离开我，你啥物拢无法度做。所以咱每一天的生活拢是爱真勇敢吼，来到上帝的面前，为着要得到恩惠，嘛要得到怜悯，做咱随时的帮衬。 这是我家己的生活，深深的嘛是安尼深深的体验。所以咱来唱这首诗曲，我需要主。诗曲我需要主，应多主庇，就听我主的声。 我心里，是求过我的
24首，我心阿乐至关上帝。这首歌的作者，伊咧写真侪圣诗吼，因为这首圣诗伊拢伫基督中完成的，所以伊的学生伫怀念伊的老师的时，伊讲老师教阮真侪，阮除了敬佩伊的才华以外，阮阁怀念伊的谦卑，甲伊的度量，这是互阮深深所怀念的。所以，伫诗篇内底吼，迄个103篇，伊来讲，我的心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毋通袂记你伊一切恩惠，因为伊赦免阮拢总的罪，医好阮拢总的病。伊救赎我的性命脱离死亡，互我亲像因鸟，搁倒转亲像少年的。所以咱用心吼来学了咱的上帝，咱来唱24首，我心学了至关上帝。第1站甲第5站。我心学了至关上帝，万灵澎湃依靠的，社会之地少年梦，我着路来阮我，我路敬奉，我路敬奉，我路仰我阮我。第5站。比赛是一道是敬拜，标记你难逃赛，你的痴心破坏勇气，不如饮食永无尽，不如称赞，不如称赞，不如知名到永远。咱安静咱的心，准备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平安，时间已经到啊！请咱把咱的手机啊关机，互咱安静来到主的面前。
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乌鲁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用上赞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请咱做伙来吟诗乌鲁上帝，新圣诗第27首，新圣诗第27首，我新乌鲁即关上帝，请咱做伙来吟，做伙起立来吟全。来读，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受死，伫坟中被拿对人的血果，天十字架死，埋葬，因天父，第三天在死人中复活。上天打这期全能的父上来传扬，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永恒的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Amen.
即马咱重新来启印，启运第61篇，启运第61篇，也是以佛所恶，记载伫圣诗的后壁的所在。好，我来去，请兄弟来印。恁遮个以前离开上帝，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家己隔开的墙。伊废去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律。基督通过是一个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第二境。规个建筑物可以来连接结合。即马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啊，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你的圣殿，一起来敬拜。感谢你的供应，让我们在生活上不致缺乏。感谢主让宜兰这块土地风调雨顺，没有缺水的困扰。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生活中的大小事上都可以来依靠你。走过每一个艰难的低谷，我们也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有时我们无法同理我们身边的朋友、家人，我们常常会自大自私，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也时常不懂得感恩，一直抱怨，也时常说要把事情交托给上帝，但却又缺少信心。有时我们也没有谨守你的话语。以上这些都求主来怜悯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为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恳求圣灵帮助敞开我们的心门，接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常存在我们心中。愿那我们的礼拜能合你的心意，施恩保守我们整个礼拜。求主恩膏潘兴龙老师的口，能完整传达你的信息，让圣灵运行在会堂的每个角落，每个心灵被你的话语浇灌，实践我们所领受的信仰，在生活中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以上祷告所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麦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4章31节到15章11节。好，即摆我来读。毋久要互世间内人知我疼爸，有照爸的命令去做，起来，咱来去。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你我嘛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种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
互伊过较侪规矩。我对你讲的话已经互你清气啊！恁着不时甲我结连，我着不时甲你结连。枝是连直，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人若是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献出去外口，捡几堆，献落火烧。恁若无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无论爱啥物求，都互恁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表示恁是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着荣光，亲像有爸疼我，我嘛有疼你。恁着不时踮伫我的疼内面。恁若遵守我的命令，恁会不时踮伫我的疼内面，亲像我有遵守我的爸的命令，不时踮伫伊的疼内面。我甲恁讲遮个代志，是要互我的欢喜伫恁内面，搁互你的欢喜满满。以上，这是上帝的话，愿上帝的话做咱的帮助甲智慧。这时，咱要来请青少年团契甲小青团契来传咱来学习上帝。伊所要学习的时光是新的意向、新的方向。
愿一切水的歌声，真多芳芳的节，请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潘新龙老师要用葡萄树的命令是查趣味，甲咱来分享。咱将时间交予潘新龙老师。多谢苏辉。亲爱的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青年主日，嘛是我伫这南阳长老教会实习上尾一届的这正道的机会，感谢主。对于开始正经，咱先来做一个祈祷。天疼咱的阿爸上帝，感谢你，请你会当透过今日葡萄树的经文，来拍开阮的心，透过圣心，甲阮伫地，帮助我，互阮每一个兄弟，每一个人，拢会当透过今日的经文，会当知样安怎会当做一个葡萄树顶面的树枝。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阁有记着，拄啊到教会，伫咱教会服侍的时，迄时牧师安排我来服侍青少年。因对我这青少年，咱教会的青少年真正拢足有礼貌的。每一摆看到我，因拢会甲我拍招呼。若是我讲到啥物无好笑的笑话，伊嘛会笑，足有礼貌的安尼。但是过了一个月，当我头一摆要来带领因的查经班的时，伫我咧解说圣经的时阵，伊每一个人拢头家家，拢家，毋知影伫想啥物。我所问的问题，伊嘛无甲我应答。甚至有一段时间，每一届只要我要来带领这查经班的时阵，毋知影是为虾米，人只有剩甲无到一半。我就伫想讲，哪会安尼啊？这是上帝的话语呢，应该爱好好听，而且我嘛用足侪的时间来准备。为虾米？是因无法度来听，是因为我讲的较深，是若是讲啊较深，因会当问问题啊？为虾米嘛无问？我就安尼真正是毋知影是为虾米。我就嘛，但是我就想讲，因敢是因为青少年无适合听上帝的话语，敢是安尼？后来有一届我听邦俊。因的青少年辅导有甲因分享《路德记》，迄届青少年足特别的，每一个因的目睭拢拍甲开，拢真涩涩，着足专心的，而且譬如甲因关心的是用因伫网络顶面的话语，因的少年人的话语，甲因讲话，哇，每一个拢讲甲喙笑目笑，着感觉心中有一个无啥的滋味安尼，想讲哪会安尼？为什么会差甲遐尔济？到底我要安怎来调整，才会当互上帝的话语？我就会当互上帝的话语，会当传互因听，会当听入去因的心中，互因真做因的帮助。所以为着这，我就开始来祈祷。若是大家。我想讲，迄个答案，就是安怎互青少年会当来得到这上帝话语的答案，就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我想讲，大家若是听到葡萄，毋知是有甲我同款的感觉无？就是甜甜，甚至会想要来，有时阵会流嘴烂，因为想到迄葡萄，迄真正是足好食的。但是咱若拍开咱圣经圣经集第15章咱会看来开始读是会当发现到，对14章31节开始到15章的17节，这短18节的经文内面，
出现一个上济解的事是啥物事？命令。吼，为虾米爱对14章31节开始看起？因为圣经伫写的时，原本是无分迄几章几节的，迄是后来的人搁加入去的。所以伫写的这作者伫写的时阵，拢是完整的。所以咱今日虽然主要读的是15章，但是14章甲16章嘛是爱看爱了解。啊，若是看到吼，上界出现6界的一个字，就是命令。足特别的，为虾米在葡萄树的顶经文爱用这个命令的角度来甲伊看？啊，到底上帝要透过这个葡萄树，甲阮讲啥款的命令？第一节耶稣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阮的门徒就是树枝。”伊甲家己甲门徒的关系，譬如做这葡萄树甲树枝的关系。啊，咱的天父就是即个种葡萄的，伊手中有迄个针仔，会当甲阮修剪。啊，第二节伊讲，念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剪起来；有结果子的，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阁较侪果子。这个果子是啥物？就是伫12节所讲的，基督徒中间爱彼此相挺。若是咱做的一条枝条，要黏伫葡萄树顶面，就会得到满满的水分甲营养，会结出足水、足甜甲水满的果子。迄个果子，就是彼此相挺的心。啊，但是伫第20节会当看到讲，无论敢有结果子，上帝拢会甲阮来修剪。不只是有结果子的枝，咱拢会当了解讲，迄应该爱互伊修剪啊。但是上帝嘛甲阮讲，恁若是有结，为着要互阮爱结搁较侪果子，结甲满，所以嘛爱甲阮修剪的。大家爱知影，修剪是会疼的，对无？若是有互上帝来修剪的经验，拢会知影，迄是会疼的。为虾米？咱是迄做歹互修剪是应该，啊做好嘛爱来修剪。阮来继续来看，虽然这会疼，但是上帝甲阮讲，这是要来军队基督的人一定爱行的路。这就是伫今日的第3节内面，基督所讲的，我对恁讲的道理。已经互你清气啊！因为这道理 logos 这个话是对希腊文来翻译过来的，迄个华语是叫道道吼，然后伊是代表讲创造万物的万物后面拢有一个道理，是迄个时的人，迄个希腊人拢无法度来了解，只有迄上有学问的即个哲学家才有法度来了解的。但是，迄个时代，第1世纪的时阵，即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伊就讲到即个道理，即个字，伊就甲迄当时的希腊人讲，即个字其实就是伫世间万物的后面，拢是迄个创造者，毋是别人，就是基督耶稣。伊降世伫咱中间，为着咱放杀伊的性命。伊伫十字架顶死牺牲，为着互天父得到上大的荣光，就是伊透过牺牲来换着咱每一个世间人，会当咱的罪过，拢会当洗甲清气。所以咱已经得到清气啊！所以，无管咱过去是安怎，拢因为今日耶稣基督的牺牲，讲已经清气啊！毋是因为阮做啥物好的代志，做好代才会得到伊的帮助，是对阮每一个人，只要有领受到伊的恩典，真做是伊的门徒，迄就是咱会当来念伫伊的身躯顶，迄是一个恩典，毋是因为阮做啥物好代。伫第7节内面，伊讲到
恁若甲我连接，我的话伫你内面，这爱提醒咱所求的是上帝的话语，是伫圣经内面，伫伊的话语中，咱才会当无论求啥物，拢会当来得到，拢会当来实现。注意，是伫伊的话语中。有时阵，有个人会袂记个，这伫伊的话语中来得求，所以咱就会听过，有个人讲基督徒求讲信耶稣会当得到迄宣召，也是信耶稣会当趁大钱，也是信耶稣一定考啥物考试会考过，也是考调。虽然有时阵上帝会嘛会甲即种礼物赏赐互咱。但是，迄毋是圣经爱咱所求的代志，伊爱咱所求的，是咱要安怎才会当亲像耶稣基督愿意互上帝来修正，甚至为会当来彼此相疼，牺牲家己，亲像耶稣共款，为着得到上帝的荣光。我嘛知影讲，靠阮家己，足侪时阵，就是真正无就甲我伫青少年中间伫服侍的时阵共款，无法度牺牲，无法度改变家己。我想的是啥物？我想的拢是想讲，青少年因敢会当改变因家己？但是透过圣经的话语，会当连伫上帝内面的事，就会当透过伊来赏赐迄营养甲水分，互咱会当得到满满的祝福。若是大家阁有记得，拄拄伫讲到这青少年的事，我真正看到迄人数真正剩无到一半，我的心感觉足挫折的，无法度欢喜满满，甚至有时阵。心中会安尼，足郁卒的，但是愈急愈无效果。直到有一摆，就有牧者甲我讲，若是拄着人甲人中间的问题时，有可能是因为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爱调整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只有透过。每一届的灵修、读圣经，互咱会当互伊来修正，互咱会当搁较稳滚伊上帝，搁较亲近伊的恩典。伊甲我分享讲，迄真正毋是一个就无法度做的代志。只爱开始调整灵修的习惯，啥亲像讲，咱伫基督信仰团体内面有一个已经用了几百年的一个灵修的方法，是叫神圣默祷。迄是讲，咱若是读圣经的时，爱读出声音，爱默想，爱祈祷，搁有默想，说渐渐的去想讲。会去思想，基督耶稣伫咱的中间，甲我伫地。对迄时开始，我每一工早起时伫读圣经的时，我拢家己读出声，亲像伫用迄唐诗，也是台语的迄四行诗共款。迄就是亲像今日的经文第一句，是安尼读的。耶稣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阮的门徒是树枝。迄个吟诗卖小对我的工课的帮助是，我会当静落来，迄个经文会入去我的心中，而且当我的目睭闭起，点点伫想讲，即个话语是啥意思，对甲我有啥关系？第三步就是用即段经文来祈祷。甚至咱无了解的所在，会当请圣神来拍开阮的心，对阮今日的提醒，嘛是对阮每一工伫别人甲别人互动的过程中，要安怎来体会到即句经文的意思？有时阵伫读的时阵，真正无了解上帝为虾米爱互即段话语放伫我的心内。
但是就是伫食饭的时，就甲即个话语搁一摆提出来。而且上尾一步就是静默，就是去思想主耶稣。若是伫思想的时阵，有时阵咱真正会感觉到迄分心因为有足侪的咱厝内面也是工课代志，会甲阮搅了，会当简单的写落来。咱只是点点的伫想讲，亲像启示录启示录第3章20节所讲的，伊甲我甲伊同坐坐倒。这同坐坐倒就是住伫基督内面，就是伫理想只有基督甲阮伫地。迄个时阵，有时阵无需要祈祷，无需要用话语，只是耶稣基督甲咱伫地。伊会当甲伊的话语放伫咱的心内，就是爱咱来浸泡伫主的话语中。迄是约翰福音第3章34节所讲的，耶稣讲到上帝所赏赐予伊的圣性，是无限量的圣性赐予伊。我开始体会到无限的圣性会赏赐予基督，基督嘛甲这圣性赏赐予咱。所以我开始悔改，开始伫想讲。对我想到，这我甲青少年的关系，有真侪代志，是因为我无了解因即个时代，因有拄过真侪是条件，甲我无共款的条件。其实我对因足侪人嘛无真了解，所以我开始想讲，我开始求圣性来帮助我，安怎会当来调整即个沟通。无完全是因为因的责任，嘛是我需要来调整的。所以我来请教邦俊，我有一摆就甲伊请问讲，我要安怎来调整我伫查经班的时阵，经验。伊讲，其实就是一喙馒头一喙水。啥物是一喙馒头一喙水吼？迄馒头，咱拢知影，迄就是上帝的话语，会互人食饱。但是无容易食入去喙内面，吞落去，迄无容易。若是无水甲阮配，才会当吞落去。这水是啥物？这水就是少年人的话语，因所关心的代志。圣经是馒头，会互因食甲饱。但是若是无配滚水，搁较好的馒头，搁较好食，因嘛无法度食落去。这互我看到上帝透过邦俊来提醒我，圣经的话语会互我，互因会当互我念伫上帝的内面，爱透过圣性的带领，修正我的骄傲，才会当互我愿意谦卑去认识青少年看世界的方法。后来，我开始听因的话语。发现讲，因真正会分别，你敢有真心伫听，要真心来做因的朋友。慢慢因愿意来甲我讲话，甲我应答，搁愈来愈专心来讨论，甚至亲像顶礼拜阮伫分享的时，大家拢有问足侪问题，关于圣经的问题，我感觉足欢喜的。原来上帝是透过要来修正我学习，要来安怎来彼此相听，要安怎来听这青少年，安怎来服侍上帝。亲爱兄弟，毋知你敢甲我同款是做爸母，还是做阿公阿嬷？敢有甲我有同款的经验，拄着甲青少年沟通的问题？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嘛透过这馒头甲水的这个例子，会当互咱对咱基督徒来讲，圣经是咱性命的馒头，互咱得到帮助，嘛是互。但是透过
一定爱透过每一天的灵修、祈祷，互圣神来帮助咱。因为圣神伊家己就是迄个生命的活水，互咱每一个人会当互上帝甲上帝的话语吞入去腹肚内，变做咱的养分、营养，互咱每一个会当变大汉，有气力，会当结果子。这就是带伫伊的疼痛内面，开始有勇气来悔改，会当有勇气来接受伊的修正。亲爱的兄弟，你今日住伫倒位？敢有住伫即个葡萄树的树顶？你若愿意来跟对耶稣，愿意为着教会的青少年，毋管因是敢是你的孙仔、你的囝女，为着因来改变，因为因就是教会的未来。就是今日的愿望。若是咱为着今日的愿望，未来的教会，为着家己甲因，咱敢会当来调整咱的生命，该调整咱甲因沟通的方法。若是即马，你甲青少年的关系有拄着啥款的无容易，来踮伫基督的内面。若是你希望上帝嘛会当拍开恁中间的迄个拍夹，就爱透过调整读圣经的方法，每一天伫灵修的时阵，开始甲这圣经引出来，甲伊读出声。默想、祈祷，搁点点咧思想、祈祷耶稣，伊伫你的身躯边，伊要甲你讲啥款的话语？伫咱教会中，嘛会当跳过耀心牧师的带领，伊的太祖礼拜来操练咱的静默。迄是一个每一个做上帝子女的福气，互咱无论伫厝内面，也是伫咱的职场，拢会当享受到基督甲咱同在的大欢喜，来带去基督内面，毋是永远甲上帝的话语放伫教会内面，嘛是爱甲即个话语摕转去厝内面以后。继续用伊的话语来甲伊周群，因为浸泡伫圣经的话语内面，毋是亲像阮豆油，是亲像伫煮卤面、煮卤味吼。毋管你是摕倒一块，若是加落去，伊拢是透，迄个味就是浸透。爱得到迄个浸透的迄个味。就是咱的灵命，咱的性命，爱互这圣神甲阮浸泡伫伊的内面，爱得到安尼，才会当体会到伫基督内面的美好，互咱的性命会当闻到迄个救恩的好滋味。咱家己一定爱先住伫伊的内面，咱的性命就会当有迄芳芳的气味。嘛会当吸引别人来住伫伊的内面。我来邀请每一位兄弟，同齐来追求上帝的话语，浸泡伫伊的话语，浸泡伫圣神的中间，互咱会当甲伊的话语成做阮每一天的生命的粮食，会当来思想、来祈祷，迄是互咱气力，互咱有勇气。接受上帝的修正，嘛是有勇气来住伫伊的内面，享受到伊赏赐大大的喜乐、大大的欢喜。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爸，感谢你，透过今日葡萄树的经文。提醒阮每一个人，
住伫你的内面，互信心充满。想使阮会当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着你的修正，因为迄是对阮好，迄是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得到你的阳光，会当学习安怎来听探别人的基础。感谢主，俄罗主，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多谢潘信荣老师的分享。好，即马请咱同心来因诗来回应上帝的话。新圣诗第260首，新圣诗第160首，时刻我需要主，请咱起立来因传唱。即时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是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伊的人，通唔免奉献。即马请阮玲雅姐妹为庄旭弟兄来施献。
请咱起立来迎奉献的诗歌。他们大家请坐。好，即摆咱来，今日的经句，好，今日的经句是约翰福音15章11节，11节，约翰福音15章11节，当心来读。我已经讲了代志，是要互我的欢喜，天的天，搁互你的欢喜带伊啊。哦，搁一摆吼。我已经讲了代志，是要互我的欢喜，着你的天，搁互你的欢喜带满。好，咱即摆来报告。报告，先来介绍，第一摆来到教会的新朋友，第一位是陈品轩，陈品轩姐妹是住台北到宜山来探望奶奶，对不对？大家欢迎。好，要自我介绍一下吗？好，好，OK。好。欢迎常来探望奶奶，也常来我们教会。好，这期咱来报告，因为我台语较无认真，接下来就我用国语来报告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翻开周报第5页。有漏掉的新朋友吗？刚刚忘记问。OK， 没有哈。那我们周报第5页报告事项1，本主日为青年事工纪念主日。感谢本会社青学青青少契参与各样服事，那请共同为青少年事工关心代祷及奉献。下主日合堂礼拜。依据小会及长执会决定，本主日开始使用新版圣诗。4月25日小会决议事项：1. 为鼓励本会信徒更多回忆上帝的召命，本会订定长执改选内规，以利让更多信徒参与本会服事。第一点是，若夫妻皆为长执候选人，应自行推派一位代表参与长执候选。2. 若家庭成员中子女已为成人会员，并已结婚建立家庭，按圣经教导，即使住在同一住所，理当视为另一户家庭。同样，子女家庭若夫妻皆为长执候选人，应自行推派一位代表参与长执候选。下一点。若家庭成员中孩子已为成人但未婚，亲子间自行推派一位代表参与长执候选。4. 然后
有上述家庭之兄姐，请填写推选单交送小会以确认候选名单。下一点，有填推选单之家庭，于选票上附注夫妻姓名及推派代表为谁，以利识别。OK， 这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懂，这是上次小会的决议事项哦。有人要补充的吗？OK， 好，然后那就继续，我们接纳4月份收支月报表，接纳母亲节礼物案，然后接纳影印机旁除湿机更新，然后本周6上午9点到12点20，然后有举办主日学教材研习会，有报名研习会的主日学老师，请准时参加。大卫包生查经，因为5月23号长职改选，所以课程就到5月16号为止。下一点，凡购买新版圣诗的兄姐，请到办公室付款领圣诗。下一点是鼓励有参与1、2堂服事的同工拨控，可以每天晚上礼拜5晚上的8点一起来参与那个同工的服事跟培训，就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有申报所得最需要的奉献证明，已放入个人的11奉献袋内，请各位兄姐自行取回。5月23号为圣灵降临节，当天合堂礼拜将有盛典及长职的改选。那有意参加教会洗礼的弟兄姐妹，那可以找正闭馆长老预约报名上课的时间。然后5月30号是我们会办野外的礼拜，然后报名至5月16号为止，欢迎大家踊跃报名。那牧师或各位长子有没有要补充的？这平安。伫遮几点的补充报告。就是若有人要买迄个咱的迄个和合本研读本的迄个那个每一卷的那个书卷的以及甲到咱即马有即个和合本修订本因为拄好圣经公会拄好安尼对顶礼拜到即马安尼拄好有咧迄个叫做圣经讲座迄个讲座因只要因有讲座的时阵，因就会有一寡优待的方案所以若有意向要买的人，请去到办公室来干事来登记敢若有一个这段时间一直到5月10号，所以咱的上班的登记到后礼拜5月9号。若有想要搁买这个那个和合本那个研读本的以及和合本修订本的圣经的因为咱的圣经，咱即马咧用的圣经特别是和合本的圣经，伊的翻译已经是100年前翻译使用到即马所以后来咱伫咧2010年2010年，咱有做即个修订版即个修订版的内底有真侪即个修改着过去的一寡用语，用甲下伫咱即马现代即马使用的即个迄个语言所以请咱若有想要来安尼换新咱家己所使用的圣经的会通来安尼购买来登记购买拄好趁即马拄好有即个优待价赶紧去登记，到后礼拜就截止有关小会的决议的部分，我搁一摆来说明，就是咱小会有决议伫咱的即届中级的改选要互咱更较清楚，就是咱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互咱的会友搁较侪来参与所以伫咧即个中间，第一点就是你若确实是翁仔某，拢是迄个有资格诚做候选人的，就爱请恁家己安尼推派一个来诚做即个中级的候选人。那确实你的家庭内面，你的子女嘛是成人会员一个家庭内面子女甲你同齐大，嘛是成人会员，分2种，一种叫做若已经结婚的子女因为照圣经的教示，伊是分做已经是安尼样另外一家伙，所以虽然共住一个家庭，
游园要算做另外一户，所以子女的部分嘛会使受选。但是子女如果父翁仔某两个拢总是成龄会员，共款，子女的即个翁仔某的部分嘛是共款，爱推派一个出来，安尼若定。如果若是成龄迄个家庭内面，子女的部分抑阁是未婚，但是伊是成龄会员，安尼就请即个夫妻甲子女翁仔某甲着即个你的囡仔即个子女，敢若会使推派一个出来，安尼候选。有人甲我反映讲，安尼的时阵，即个子女若真优秀，安尼毋是就安尼迄个无机会。咱基泰教会内面每一个人拢会通参与伫咧教会的事奉。所以无一定拢总是叫做一定爱诚做忠职，咱是期待透过会议来去分辨上帝的心意。所以一个家庭无需要两三个同齐来去开会，咱是要互搁较侪咱的会友同齐来分辨上帝的心意。所以无需要遐尔侪同一个家庭的人来开一届同款的会。咱是要互搁较侪会友来同齐参与，这是要互咱来了解。过来就是也为着要互搁较侪会友因为因会讲伊咧看迄个选举单的时阵，有可能即个选举单面顶明明某一个人伊著成龄会员，哪会无伫咧面顶？所以会伫咧即个选举单的面顶会标注如果是翁仔某的，因推派啥物人，另外一个伊的名会写伫咧下骹细细字，讲即对翁仔某因推派啥物人来诚做候选人，安尼来做说明。这安尼是诚做要互咱搁较清楚知影，讲今仔日咱伫教会内面，咱期待会通搁较侪人来同齐来参与伫咧教会事奉。但是会议的部分，咱期待是搁较侪会友同齐来参与。那其他咱若讲，咱的会友内面有真侪拢真优秀，但是无一定拢爱参加伫咧会议内面。游园共款会用伫咧教会的所有的奉事，拢会通做真好的奉事。所以用安尼来甲咱做说明。以上。谢谢牧师的补充。那下面肢体消息，请大家自行参阅。那我们接下来来一起低头来祝福公祷。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来为着台湾平安来祷告。台湾的中南部正面临的气候干旱、缺水的问题。求主赐下雨水，让百姓不用为缺水的问题来烦恼。我们也为着全国新冠的疫情来祷告，求主保守防疫人员及医护人员，让疫情可以得到控制，使大家尽早回到疫情前的正常生活。我们也为本会生病的会友来祷告，求主亲自来医治他们的身心灵。今天是青年事工纪念主日，我们也特别为教会的青年来祷告。求主保守教会的学青型青少期，使他们在求学成长的阶段都有你的祝福。也为本会的青年，他们五月份的统测及国中的会考来祷告，使他们有平静安稳的心，使所学习的都有果效。也为着社青来祷告，求主保守社青们的工作，还有他们的生涯规划。求主让他们的工作顺利进行，在职场上也能做盐做光。已有家庭的，保守他们阖家平安，关系融洽。尚未成家的，我们也都确信主你会为他们预备。以上所求的祷告，都奉告我主耶稣的名，阿们。今麦请咱做伙来吟上吟的诗，上吟的诗是394首。新鲜诗394首，
此时礼拜特别线，因时线，请牧师来教导，请咱起立来因传手。全能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圣经话语的领受，主你搁一摆互阮了解，主阮着照着主你的话语来帮助阮，互阮会通连接伫基督你本身，也互阮会通会晓得用着少年人捌伫的迄款交通的迄个方式。互少年人也会通用安尼来连接伫基督，帮助阮，互阮伫即个世代会通搁较贤甲少年人、青少年人，甲因有真好的连接甲交通，互阮对主你所领受安尼迄款的祝福，也会通临到伫阮教会内面遮的青少年人，互因有缘会通领受对主你来的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成，可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